聖道家唔堂嘅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咧係11月4號，我哋嘅讀經運動聽到加拉太書2章嘅下半章一路咧就講到保羅咧作為過來人嘅身份，佢已經自由啦。佢亦都反省過啦，係唔需要嗰啲非猶太嘅基督徒咧學習猶太人嘅生活習慣佢以前就係咁做咯，改變咗啦。咁咧亦都講翻嗰個過往，佢亦都曾經去到耶路撒冷，解釋俾當時嘅領袖彼得啊、雅各啊、約翰啊嗰啲知道，都係好和諧嘅。後嚟有啲嘅轉變，佢種種呢啲嘅證據呢，就解釋俾加拉太教會嘅人聽呢，其實係有前因後果，可以去唔需要啲非猶太嘅基督徒呢，係去學習猶太人嘅生活習慣咯。今日繼續聽一件故事啦，就係保羅同彼得嘅一個過往嘅一件事蹟。後來基法到了安提亞，因為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反對他。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出，跟外邦人疏遠了。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着他裝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但我一看見他們做得不對，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對基法說：你既是猶太人，卻按照外邦人的樣子，不按照猶太人的樣子生活，怎麼能勉強外邦人按照猶太人的樣子生活呢？我們生來就是猶太人，不是外邦罪人。可是我們知道，人稱義不是因律法的行為，而是因信耶穌基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為要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律法的行為稱義。因為凡血肉之軀沒有一個能因律法的行為稱義。我們若求在基督裏稱義，自己卻還被視為罪人，那麼基督是罪的用人嗎？絕對不是。如果我重新建造我所拆毀的，這就證明自己是違犯律法的人。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我不廢掉神的恩。如果義是藉着律法而獲得，那麼基督就白白死了。好，最後咧，保羅再講出佢自己嘅心路歷程吓。佢唔係藉住呢個律法，唔係講緊舊約聖經啊，係講緊嗰班借用咗舊約律法，變成咗猶太傳統，夾雜埋猶太傳統一啲節期啊，係嘛，禮儀啊咁樣，加上去逼其他嘅非猶太嘅基督徒逼佢哋要做晒呢啲嘢咧，先至可以加入教會，係講嗰個嘅傳統啊，係嘛？咁保羅話就唔需要嗰個傳統嘅唔需要嗰個傳統。佢自己咧佢自己咧都係因為基督在佢生命活着，佢現在活着的咧，不再是我，係就係耶穌基督活着，就係耶穌基督嗰種嘅愛，對世人嗰種嘅包容以至到大家咧，其他人咧就可以認識耶穌同認識耶和華，咁係啦。好，咁佢就上邊咧就講翻因為嗰種嘅呢一種逼嗰啲非猶太裔嘅基督徒要行一啲猶太嘅文化呢個嘅事情咧，係一路發大去到咧安提亞嘅一個地方啦，離開咗耶路撒冷總部總基地啦即係耶路撒冷咧，去到另外一個大城市叫安提亞，都被影響啦。連基法即係彼得都被影響啦，連巴拿巴最初咧係輔助
保羅嘅呢個巴拿巴咧都被影響啦，所以個問題係幾大嘅。咁而俾保羅見到呢件事係嘛，我都講佢又身同感受啦，又想做和事佬啦，就好想咧再講出即係嗰個福音跟隨耶穌嗰種對人嘅包容度嘅包容嘅程度，呢個先係真正嘅福音，呢個先係真正嘅教會咧，就再寫呢一段嘅書信咯。好，今日停喺度啦，拜拜。